敬拜而乐的进前吼，咱先家己安静咱的心，咱伫遮吼伫外口对我入吧吼，咱先家己安静咱家己的心，咱甲上帝讲，主阮今仔日阮要伫遮要来调见你的面，求你只是安静阮的心。互阮的心无有对世俗来搅扰，互阮会当伫遮专念，伫遮来调见上帝的面，咱安静咱家己的心。主耶稣，这是阮来到你的宝座前，阮脚无来亲近上帝，总是阮的性命常常互世俗的代志来搅扰，软正甲罪恶时常来填满伫阮的心上。感谢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你为阮赔命，互阮会当全然得到洁净。诗篇51篇第10节讲：主啊，求你互阮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伫你的内面有定心、有正直的灵，互阮会当全然得到洁净，来到上帝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这时阮要来找求你的面，求你这时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主啊，阮较无你，求你这时大大来充满阮，来充满阮。主，我来找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洁净我，来充满我。主，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咱甲主讲，主啊，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来洁净我的心思甲意念，来充满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洁净我，来充满我。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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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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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恩典最我。谦卑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圣神这边来光照阮。主啊，若有任何阻止阮甲你亲近的罪，求上帝你来赦免阮，来洁净阮，互阮的心单单来仰望你，来靠无你。主啊，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主你的怜悯。主啊，阮准备好阮家己。阮的心，主啊，我们全然进入你敬拜祈祷的当中，我们经历主你荣耀的同在。伫祈祷内面，我们正做一个新造的人。过去阮的一礼拜，得时也是不得时，无论阮是喜乐还是忧愁，我们拢献上阮的乐乐甲感谢。主耶稣。求你将新的生命赐予阮，互阮一生会当遵行你的旨意，全心全意伫遮来跟对你。煞接咱为着咱几项事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咱的福音伫台湾，免啊继续来推展。来传扬，咱老百姓的心灵有平安，灵魂有得救无？来祈祷。咱为着咱教会牧者、中职所有的区长、小组长，咱教会上帝的恩赐，互咱有服侍的团队，咱有专职的同工，拢有主的恩典。互咱有服侍，有得到开力；互咱的福音兴旺；互咱的服侍有开力。领受对主遐来的启示，互咱伫正肢体当中来起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咱为了这的事，来向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来充满伫阮台湾的正教会，有阮传录音的会热的心，为主你来所采用。主啊，我们勇敢为着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顺服伫圣神的教导。主啊，阮无我靠家己的才能，无我靠家己的势力，是要单单我靠圣神的帮助。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承接福音国度宣教的使命。阮也要将阮家己献上伫这个福音的祭坛顶面，为着主你传扬福音。主啊，这是阮也为着特别为着阮418福音的据点，麻豆新罗养父之家的关怀福音事工，
以及阮其他教会宣教的福音事工，完全仰望交代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和我参与的同工，互因有智慧口才，对主遐来的文字，互因当刚强壮胆来分享主你的话，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上帝你美好的同在，互咱的教会有团队服侍的侍奉，互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人一服侍，委身顺服伫上帝带领。主耶稣，求你来恩膏下牧师、食牧师、甲杂牧师，互阮的当中同工有对你遐来上灵的恩赐，圣神的合一。上帝手赐阮每一个同工有能力甲智慧，也受对主你遐来的恩膏，互阮的灵命得到造就。主啊，我一生要来面对你，我一生要来倚靠你。我要伫遮同心去做一间荣耀富强主你的教会。这是咱为着咱台湾的内政甲外交，为着咱的国家复兴来守望祈祷，为着咱的这种团队，互因有智慧、听心甲信心，来带领咱台湾迈向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来祈祷。上帝兴起基督徒，一基督徒，正做因有力的助手，为着国家来守护全民的福利。主啊，我来将阮的国家的内政、外交、国防、经济等等，一切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互阮的人民经济拢得到你大大的赐福。伫国际市场上，互阮两岸的关系有稳定来得到平等。为着咱富强人有无重的祝福来祈祷，上帝祝福咱富强人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勇壮的身体，互咱的每一个人的事业拢真得到兴旺，互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拢心灵得到喜乐，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拢真好、真良善，互咱灵命成熟来勇壮。咱为着咱教会富强人无重的祝福来献上祈祷。主啊，阮将阮富强人
无重的祝福来献上祈祷。主啊，你手术阮一个勇壮的身体，我们爱好好来保守，互阮的身体会当勇行，来伫遮来服侍上帝，服侍人。主啊，求你来分享阮的每一个人的事业，拢有得到主你大大的祝福，互阮的心灵得到喜乐。主啊，阮伫阮的家庭，伫阮的人际关系，拢得到主你大大的祝福甲照顾，互阮的灵命会当得到大大的成长。主啊，伫你的厅内面，互阮会当彼此相结连。主啊，阮要对主你的面前有好的见证，互阮伫人际关系，伫阮每一个人的一场顶面，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伫一场拢有真好的关系。主啊，求你赐教业有典甲信心，伫阮白厅中的迄个姊妹的身上。主啊，求你的信心甲因同在，互因有平安有喜乐，信心充满伫白厅中的迄个姊妹身上，互因早一日会当得到康复，得到医治。即是咱也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献上祈祷，咱也为着咱牧师今日的讲道分享来祈祷，咱也为着咱今日所有的服侍者来祈祷，也为着今日每一个座位、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灵，会当谦卑领受教导来祈祷，咱开声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了你。感谢你带领阮今日会当来伫遮圣殿当中做伙敬拜，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主，这是阮也为着牧师来献上祈祷。主啊，求你赐了圣神甲伊同在，引出伊的嘴所讲的话，互伊所分享的信息是充满力量，有够会当来感动每一个人，带来更新甲改变。主啊，愿你传讲的。互伊所传讲的信息甲真理，会当互阮会当了解你的旨意，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阮为着阮今日互所有的服侍同工，无论伫阮每一个角落咧服侍的人，互因求上帝你加添开力，互因有一个喜乐的心来服侍，无我靠家己的能力，完全来仰慕你，愿你。成做阮服侍的祝福，来荣耀上帝你的名。主啊，这是阮也为着阮每一个空位、每一个会友的心，求上帝你来准备阮每一个人，来预备阮每一个人心，互阮能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态，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主啊，求你除去阮一切刚强刚硬的心，互阮无了了，互阮能伫遮专心。来听咱上帝你的话语，主啊，我要听见你互阮的真理，伫阮的生命当中来实现出来，活出下主你心意的生命。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甲祈祷，愿今仔日的聚会充满伫主你的同在，荣耀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邀请兄弟姊妹，咱做来做一条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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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我，完美。耶稣，耶稣，耶稣，
主，你是阮的一切，是阮大大的开咱。啊，你是看着阮大儿的上帝，哈利路亚。你是我王国的开咱，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亲像贵重的宝贝，我的爱乐变爱憔悴，你是我的一切。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让我最大的力量，你是个娃娃的救赎，你是我的一切。让我的你呼吸我，让我最大的将我吧，你是我的一切。耶稣是有个，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主啊，你是看见阮大儿的主。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你是我王国的开咱，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亲像贵重的宝贝，我的爱乐变来憔悴，你是我的一切。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让我最大的力量，你是个娃娃的救赎，你是我的一切。让我的你呼吸我，让我最大的将我吧，你是我的一切。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耶稣是有个好的大人。哈利路亚！主，你是看着阮大儿的主。是天堂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民主宰，只有你是个公义。
台北的好的，我撒那归地万好的好，天高龙归地，只怪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我撒那归地台北的好的，我撒那归地万好的好，天高龙归地，只怪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永远的君王，你是万民的主，你是宇宙万民主宰，只有你是个统一，你在龙安的归了，敬拜尊崇你，因为你有永远的歌，你是主耶稣基督。我撒那归地台北的好的，我撒那归地万好的好，天高龙归地，只怪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我撒那归地台北的好的，我撒那归地万好的好，天高龙归地，只怪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天高龙归地，只怪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哈利路亚！用一切荣耀，而乐咱来提拔上帝。这是咱同心来而乐提拔圣诗181首。同心而乐提拔，主的应我上帝，听他人民有中有智，照顾天顶地，而乐耶稣尊名，上帝都是会行。讲了极大小人做歌，为了百姓生命，何了上帝诚实，关联感化万民，对天降临念人的心，何人改过我心？何了三位一体，白家诚信上帝，至尊至大万物救灾，何了高万万世。哈利路亚！阮俄勒天顶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万项物，所有的活物拢是你创造来产生的，所以阮是你恩典的百姓。我要伫遮俄勒感恩，互阮有这个福分自集到伫你的圣殿，因为我要俄勒你、敬拜你，也要认捌你、超吹你创造的奥妙，领受你创造阮世间人，阮甲你美好的关系，互阮明白上帝你疼世间人，按怎为着阮备办这个水的世界，也为着阮的罪欢喜，亲自降临到伫世间来拯救救赎阮。阮感谢你，互这个大自然四季运转，伫这个天气开始咧变化，要进入春天，阮看见这个气候的奥妙，
互阮更较谦卑知影，阮是你创造下面，阮照主你的教示，照主你的创造甲业你，阮就要领受你上丰富的恩赐。感谢主，愿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前的敬拜，上帝你透过你的话，阮所吟的诗，大家同心的祈祷，互阮领受你创造的奥妙，上帝的拯救的恩典甲疼痛。也愿上帝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有对圣神来的启示甲开力，互阮明白主你的疼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阮万人拢应该学乐，拢应该感恩。愿主你赐福伫阮今早起2场的礼拜，对头到尾，圣神甲阮同在，荣光归于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咱由咱徛底，咱做伙来纪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咱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升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我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咱线接下面的天书牧师先做一个请安。今仔日是台南西人医的奉献主日，就是伫咱白白伫东门路顶吼，咱的台南西人医今年已經149年啊。今仔日咱真欢喜，会当透过咱看世界教会黄伟的牧师来到咱中间来分享主的话，来请安甲报告。请咱继续来为着这间新人院的经营，造就主的工人甲事工的人才来祈祷，也3甲5分做伙来关心甲奉献。愿主的恩典甲咱3甲伫地，用安尼先甲咱请安。请翻开启应文第45篇，以赛亚书40章。我来去会众来引，至圣者问：恁有啥人亲像我？恁举目看天，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数额。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夜，嘛袂sen。野生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少年人拢会野生。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开力，因会亲像鹰鸟天势飞悬。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牵受一切荣光、尊贵、权能，因为万物拢是对你的旨意来存在，也对你的恩典来得到性命。天父，阮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为阮受苦，顶12架，搁活得胜，救阮脱离罪捆绑，互阮通成做义人。阮心内充满感谢，愿一生敬畏你，学乐你的救恩。虽望每一日的生活，阮拢会拄到困难甲挑战，毋过，阮有耶稣基督做阮的大祭司，阮着勇敢就近你恩典的作为，要
得到怜悯甲帮赞。主啊，只是求你拍开阮的心门，求你降临伫阮的内心，掌管阮的生命，用你的光来照阮，因为互阮明白真理来得到自由，也通甲你的性格有份，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阮深信你要照你美好的旨意来行。主啊，你讲有你的恩，阮就够业，因为你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显明，所以阮欢喜伫软弱中夸口，互基督的气力充满阮。为着基督的缘故，阮愿意面对软弱、欠缺、困窘，因为伫你的内面，阮的软弱变得成做气力，成做丰盛的所在。主啊，求你帮助阮逐个人显出即款的温群，提手仰望，无直甲贫惰，学习古早的圣徒用心甲吞忍来承接你应允。最近天气无介稳定，有时阵真寒冷，阮也为着厝内的事大，教会的兄弟你求祷，愿主看顾因的健康，无论是受照顾的，也是照顾人的，拢享受你美好的生活。阮也伫白厅中，心情软弱的人祈祷，愿主的怜悯甲医治甲因同在，真正好的真正，互因得到完全的安慰甲平安。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伫早起时，阮要透过牧师的讲道来学习，追求进步较完全。求主帮助阮，心巧通练达，会晓分别好歹，结出合伫反悔的果子。明年是富强教会50周年，阮将每一个活动、手臂、计划拢交托伫你手中，求你赐予阮有活力甲智慧，帮助侪人来明白你，使用教会成做你稳定的出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同心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11章21到30节。真见笑，我着承认即款的代志我毋敢做。毋过，若是有人敢点啥物，准做一个戆人来讲，我嘛敢。因是希伯来人是无，我嘛是；因是以色列人是无，我嘛是；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无，我嘛是；因是基督的妻婴是无。我准做小人来讲，我搁较是；我受搁较侪劳苦，坐搁较侪监，受算袂了的鞭拍，真侪遍险险啊死。我5遍互犹太人鞭拍，10遍40个减1个。我3遍互罗马人用棍仔讲，1遍互人用石头盾，3遍拄着船破，1遍伫海里漂流一暝一日。伫旅行中，我拄着大水的危险、抢劫的危险。犹太同胞甲外邦人的陷害，嘛有城市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甲假兄弟的危险。我落无拖磨，常常无困，腰搁喙焦，无通食，无通住，无通穿。其他的代志免讲，干那逐日为着所有的教会的挂虑已经够业。啥人软弱，我无软弱；啥人犯罪失败，我无受气悔倒。我若要等，我若着等，要等我会软弱。圣经读到这，愿主祝福听他伊话的人，赞美请蓝诗班，因所免献的诗歌是仰望主。因是煞请黄牧师开始进道，伊要所传讲的信息是亚历山大，请咱恭敬来领受。
所敬听的下牧师、谢牧师、詹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对伫今早起，来到伫咱教会，真透早，咱就有真侪同工来到伫教会伫备班、伫准备服侍，对伫拄则敬拜而乐，甲咱的献诗，拢有得到真大的感动，得到真侪的圣神的充满。相信上帝的恩典祝福一卡满满，伫咱台南上富有、搁上强盛的富强教会，咱大声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主你，互阮伫今早起会通三甲组织，也互阮会通来到伫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富强教会，主阮伫即个所在。敬拜上帝，阿罗上帝。阮也看见富强教会伫即个所在，伫台南，特别伫即个社区，为主你做美好的工，也传扬上帝你水的福音。伫这个福音的脚热的中间，阮看见上帝你恩典祝福满满，伫富强教会。主阮也恭敬，将阮敬牧者。中级同工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伫主里。特别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你互你的罗宝有即个荣幸，有即个福分，来到伫富强教会，愿做伙来思想上帝你的话，愿也做伙来敲吹上帝你的启示，也愿上帝你高抹你罗宝的喙齿，互阮无论讲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帮赞。恩典甲祝福，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有人讲，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所以咱得爱常想一二，莫常常去想遐不如意的八九事，要常想一二好的事，总是。当咱咧想的时，咱会感受到侪重大压力。无论咱的工作、事业、学业，无论咱的大人、青少年、小朋友，拢会有无共款的重大压力。特别即个世代中间，因为时代一直咧变化，逐个人感受到的压力愈来愈无共款。牧者敢有压力？有啊。阮最近有一个
讲座吼，也是孙宝林牧师来到伫阮的中间讲启示录，伊咧讲的侪分享吼，拢互我感觉心有戚戚焉呐。譬如讲，孙牧师讲伊捌安尼做梦，伊常常做的梦就是要讲道啊，讲道片毋知囥伫倒，吼，也是已经来到伫教会啊，较奇怪，佫穿短裤衬拖安尼吼。结果常常惊醒做安尼的梦，其实我嘛常常做安尼的梦啦吼。就是讲要讲道啊，奇怪，较讲道的资料，甲我写的讲道片完全无共款安尼吼。所以牧者嘛有牧者无共款的压力，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压力。咱咧看棒球吼。咱拢会看到真侪，遮无共款的，遮的比赛球员无共款的压力，亲像当咱若看到两好三坏的时候，咱就知影即个时阵，逐个人拢有无共款伊的压力。牵球的人有伊的压力，伊毋知影过来牵的球是甚物款的球。讲的人咧，伊嘛压力真大，因为伊爱选择讲即粒球，我敢要讲。主审呢？主审后壁迄个主审敢有压力？有啊，伊着爱好好判即粒球，吼，若判无好吼，可能等下球员着拢冲出来啊，吼，教练嘛出来啊，吼，但是即个主审有一个优势啦，就是伊会当叫逐个拢出去，吼，叫逐个拢出去安尼。其他的人呢嘛有压力，甚至观众、啦队嘛有压力，吼，即个时阵是要跳啊毋跳，吼。所以，伫迄两好三坏，特别若个第9局，若个满垒咧，即个时阵，逐个拢流唱歌吼，电视前的观众嘛拢流唱歌咧等吼。总是其实咱知影吼，你拍棒球吼，好球无一定是好啦，歹球咧嘛无一定是歹，四坏球的保送吼，若满垒着个送1分安尼吼。所以，其实伫咱的生命中，拄则咱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着爱常想1、2。你若常常想这个好事代志会愈来愈好，好事咧会愈来愈多。所以歹无一定是歹，歹嘛是一个机会。所以危机就是一个转机，两好三坏可能嘛是就是一个转机啊。所以当咱看到圣经内底侪信仰的前辈。因无论拄着甚物代志，因就是拢伫迄中间超找上帝的旨意，因就是伫迄中间转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亲像约瑟一世人对青少年就安尼拄着遮个拢是无好的代志，总是伊知影要安怎来牵调上帝。大卫嘛是安尼啊，但以理嘛是安尼，以斯帖、保罗因拢是安尼。以斯帖，当伊拄着伊生命中的一个危机的时阵，伊着爱伫遐做真重要的一个选择。伊面对伊生命中迄个民族的一个整个的存亡、危急存亡之秋的时阵，伊着爱做一个真重要的一个选择。伊着爱安那？我伫甲咧甲伊讲的，你伫即个时阵。你爱做一个选择，你敢要显露出你的迄个身份？你敢要去见国王？莫迪改伫迄个时阵嘛，甲伊讲，其实莫迪改伊的压力嘛真大啦吼。所以当伊咧甲以斯帖讲的时阵，伊讲伫即个时阵，你若静静拢无讲，犹大人因要对别位得到脱离，得到拯救。你甲你的老爸一家要拄着灭亡，要啥在你得到王后的位，毋是为着今仔日的时势啊！以斯帖伊伫遐为着犹太人，咱台语的圣经写犹大人吼，华语的圣经写犹太人。伊伫遐面对着整个民族的即个画面，伊咧想，伊若无去讲啦吼。伊家己嘛是原在做伊的王后啊，但是伊敢要来互遮个所有的代志来浮上台面啊，浮上台面。
包括伊家己的迄个身份，所以伊吩咐人去回复末底改讲，去召集伫苏珊所有的犹太人，为着我禁食3日，日暝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禁食，然后我要无照即个例日去见王。最后一句讲安那，我死就死吧，死就死吧。伫3月份的妇女事工主日，阮的教会牧师娘讲到用即段的圣经在咧讲的时阵，我心内有真多的感触、感动甲亮光。我感受到讲，以斯帖有真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伊爱做一个真重要的选择，尤其最后讲安那，死就死吧。你兄弟姊妹，这个妇人人，伊有伊真重大的一个选择、决定甲决心。伊讲要禁食祈祷3暝3日，无食阁无啉。最近咱是大斋节期，大斋节期的中间。伫顶礼拜，我嘛甲阮的兄弟分享到禁食祈祷。这个禁食祈祷，要安怎互咱的生命改变？迄是要安怎改变咱的生命？迄是对咱的生命有甚物款的影响？毋但呢，以斯帖伊是用完全的禁食，无食无啉。我若爱去病院做抽血检查的时，即几冬来差不多半冬就爱做一遍抽血检查，佮拢爱检查几啊项。毋但安尼拢是爱空白，空白佫毋是空白8点钟，拢是迄种12点钟的。所以，譬如讲我透早7点就会当去城大病院抽血，我就较早去的。虽然较早去嘛拢排足侪人安尼，逐个拢足够早。我想因是毋是拢无困啊？因为空白嘛，困袂去啊，甲我共款。也是讲怎拢去伫病院安尼也是毋是大院啦？7点半就排到100几号安尼但是因咧抽足紧的，就几啊讲我就拢会甲牧师娘讲，甲我提醒一下，我明仔载7点要去病院抽血。所以我前一暗7点就袂当食饭我要记甲我提醒啥，就是讲提醒我顶一工前一暗5点爱食较侪物件，因为我7点就袂当食饭所以5点就开始青菜仔食食到7点，禁食空白12点钟安尼安尼毋知对啊毋对咱教会足侪医生安尼毋知，我就感觉讲哇，空白12点钟。无食无啉，若佮做较大项的检查，就爱安那啉迄个，互你会通透放的，你会通一直去走去透放迄种的药爱落互清气。哇，迄个较辛苦呢，3工呢，无食无啉呢，安尼的禁食祈祷，然后以斯帖讲死就死吧。所以伊伫迄个时阵，伊敢有压力，伊敢有重担。伫迄个良好三坏、蛮雷第9局的时，哇，伊爱做一个真重要的选择。其实约瑟伫伊的生命中，伊嘛得到透放。迄个透放是当最后伊做宰相，伊会通拯救着因全家族，甚至全因的民族的时阵，伊甲伊的兄哥讲安那，当恁免因为骂我来到遮。来忧闷，来家己怨恨，伊兄哥惊约瑟的报仇啦，知影讲，这是约瑟呢，是互咱未来埃及的呢。约瑟讲，就是恁，来拖出去啊，狗头铡伺候啊，敢有安尼无啦？伊讲，恁骂我来到遮是上帝找我带生恁来，因为要保全生命。当伫即个所在期远嘛，已经2冬，有5冬无通种植，无通收成。上帝找我带生恁来，为着要甲恁留村的种族交细上，阁要安那惊伊大的拯救，保全恁的活命。安尼看起来，找我来到遮是毋是恁啊？
是上帝。伊阁互我亲像法老的爸做伊全家主，管理埃及全地。所以其实因拢将即个危机化作转机，每一遍的危机拢会通化作转机。咱伫咱的生命中，咱拢有无共款的重担，咱拢有无共款的压力。伫咱的生命中，咱的压力亲像山遮尔大。其实咱拢知影，即个压力山大吼，这台语我其实嘛无啥会晓念吼。咱的词汇即词较巧，伊就直接读华语，压力山大吼。不过咱的即词读台语圣经真标准吼，真标准。即摆青年人足侪像末底改，我会记得我青少年的时吼，阮要演戏嘛，这青年袂晓讲，拢一直讲末底改吼。阮的辅导就讲安那。爱改啦，爱改，毋是无底改，是末底改吼，末底改吼，嘿。所以压力山大，压力山大吼，这其实咱知影这是一个谐音梗啦，吼压力山大大地，所以讲压力山大。不过真有意思啊，你迄个压力亲像山遮尔大，山甲你缀条咧，迄是山甲你炸条咧，山甲你缀条咧，还是啥物人吼去互一个山甲伊缀条咧吼，一个吼，孙悟空吼，山伫头前甲你挡条咧，你要安怎办？要安怎办？坐直升机过较紧啦吼，无就是爱爬过，无就是爱驶过，无就是爱钻一个坑，像咱的足侪隧道安尼两过。当你的山毋是你的山亲像压力遮大，当你的压力亲像山遮大的时阵，你要安怎办？即种的谐音梗，其实即站足侪吼，咱特别伫台南，咱看见最近足侪人伊要开店吼，伊上大的压力，毋是讲伊的资金，伊要卖啥，还是伊要开即个店找所在。其实最近足侪人伊要开店，上大的压力就是号名。为虾米？足侪人爱号迄个名，就是足特别的名。就是互你看到迄个名，你毋知伊咧卖啥，吼，所以你较会入去买讲，即间到底是咧卖啥？是咧卖豆泥，还是豆花，还是土豆？吼，所以伊就爱号一个足特别的名。其实阮看西街教会吼，因为阮常常有人来参观参访啦，吼。最近寻根之旅，对去年台南400年开始吼，常常有人来参观。也是拢来即个寻根之旅，吼，咱新老病院啊，吼嘛拢有最近拢有办安尼的寻根之旅，佮军队嘛啊，佮医生的脚热去到伫目沙内文，吼。因拢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看西街教会叫做看西街？吼，真特别吼。其实这嘛是一个谐音梗。当然，第一就是嘛啊，佮医师伊来到台湾，来到伫高雄。对打到入来到伫府城，第一个落脚的所在，第一个即个设点的所在，吼，就是迄条街叫做看西街，伫遐租一个所在做医馆，甲礼拜堂。总是后来看西街改名改做仁爱街，即马咱阁有迄条街叫做仁爱街。所以我来到看西街的时候，我甲兄弟讲，咱教会吼，甲看西街即个名甲伊保留掉咧。若无你即马 Google 你找无着看西街，吼，我嘛有咧想讲要请政府甲迄个仁爱街改做看西街，改转来伊原来的街嘛，吼，无中正路就会当改做汤德章路啊，吼，所以看西街其实是安尼，看西街教会是因为迄条看西街来，嘛有人就会问讲，为什么叫做看西街？无爱叫做看东街、看北街、看南街？我讲你嘛会当去号一条看北街啦，吼。都东门、北门、南门教会、西门教会吼。其实看西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看西边的西。第二个意思咧是遐足侪庙嘛，庙头前拢有啥西啊。所以有人讲看到西啊，就看西的街，看西歹较奇怪，所以变做西边的西安尼。所以这嘛是一种的谐音梗。这种的谐音梗。压力山大，你亲像山遮尔大。其实咱看保罗先生伊咧传福音的时阵，
甲咱即马咧传福音无共款。较早咧做牧者传福音，甚至咱的宣教师嘛是压力拢真大，因为因会拄着足侪危险。迄种的压力有时就亲像山甲你挡掉咧，亲像马雅各医师爱去到伫山区的所在，西拉雅的部落的中间，迄当时的路线比即马搁较歹行。咱即马咧行，都已经感觉讲哇，真无好行。何况是迄个时阵，所以其实保罗已经坦然坦白，甲伊所拄着的危险，甲伊所拄着的状况，甲伊所拄着遮个危难、遮个灾的困境，甲伊分享出来，甲伊写出来，甲伊讲出来。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在咧讲起着保罗伊传福音的中间，真侪遮个重担、压力，甲伊所拄着的危险。伊行远路，拄着江河的危险、贼马的危险、本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面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艰苦，困无好，腰喙焦，豆豆无食，寒烫目体，拄起遮个外事，阁有一项，逐日缀我，逐日缀伫保罗的身上，就是替正教会看路。替正教会看路，咱看遮个危险，都差不多。伊不管行去到底，就是危险；行去到底，就是危险。内底危险，外口危险，啊，逐个所在拢其实拢是危险。伊真坦然坦白，亲像大笔嘛常常咧讲：主啊，怜悯我，怜悯我；主啊，救我；主啊，我流目屎。有时我咧想。诗篇其实要讲道嘛，真无好讲，因为较讲的是大笔主啊，怜悯我，大笔啦，讲啊我安怎安怎，哦啊，那亲像咱若讲的是咧讲咱家己安怎，其实大笔保罗因拢真坦然坦白，所以其实咱嘛会当来到上帝受恩宝座前，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其实大笔就是安尼讲，保罗嘛是安尼讲。主啊，我需要你，所以就是因为咱的软弱软弱，咱才有需要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就是因为咱的软弱软弱，咱才有需要来亲近上帝。孙宝林牧师顶礼拜嘛是甲阮分享，伊讲咱兄弟姊妹一日5天、6天，甚至7天，工作压力重重。所以，当礼拜日，咱需要来到伫教会，咱三甲组织，咱做伙来亲近上帝，咱互相关心，互相带导，三体系，重新得到快乐，然后安那走也无也，行也无善，然后搁较安怎出去就是安那，亲像鹰鸟体式飞悬。所以，当咱来到伫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即礼拜有甚物重担压力？我即礼拜拄着甚物危险的代志？拄着甚物困境、挑战、困难灾厄，总是我暂时放下。我要对上帝遮，对教会礼拜聚会，对咱的团契牧区，对咱的诗歌、读上帝话、牧者的信息、敬拜阿乐，我要重新得到快乐。所以，伫咱的生命中，伫咱生命的内面，咱虽然是土做的器具，华语的圣经讲瓦器，台语的圣经讲咱是土的器具，咱是土做的器具，总是有一个宝贝伫咱的内底，是极大的关联做上帝，毋是出伫咱。咱真正是软弱软弱，咱无法度做甚物货，咱凡事受患难。咱为难无失望，咱拄着困着也无放杀，受拍倒也无死亡，身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咱的身躯。咱有宝贝伫咱的生命中，有宝贝伫咱的内面，所以咱有看见咱家己的价值。咱的价值毋是外人所看，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咱的内心。所以，咱是有土做的器具，有宝贝伫咱即个土做的器具的内底。
别人所看到的，只是显露伫外面的迄个土的器躯，但是咱家己知影，内底有稳重宝贝，有上帝的灵，上帝的气力，圣神伫咱的生命中做主做王。所以虽然咱有一个亲像山遮尔大的压力，甲咱挡掉咧，甲咱缀掉咧，总是咱会比孙悟空搁较敖。咱会当甲山刷开，为虾米？因为咱有信心嘛。咱的信心若亲像一粒挂菜种子，咱会当甲山讲：你对即边刷去，迄边伊就要刷过。咱会当甲上帝讲：上帝啊！伫我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话；伫咱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话。因为咱有信心，咱要叫山刷走，咱要叫山离开，毋免地动，山就要离开啊；毋免海动，海就要崩溃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是有信心的，咱是有上帝的灵的。总是保罗伊嘛真坦然，咧写批互哥林多教会兄弟。互兄弟姊妹知影，伊所拄着的危险困难，其实伊嘛是要勉励兄弟姊妹讲，恁可能嘛拢有类似的困难挑战，在的压力重担，我嘛有，咱拢有，但是咱做伙来努力，咱做伙来拍拼。逐个人的重担压力拢无共款。其实有时坦白讲，咱听兄弟咧分享，咱嘛真正无一定会通帮因解决、替因解决，因为因的重担压力有因的专业，咱无一定会当替因解决，但是咱会通替因祈祷，因嘛会当关心咱、替咱祈祷，有时讲咧、靠的会搁较好。所以过去咱有真多的重担压力。可能咱有咱的大事，到明年可能就变小事啊，搁过年就变往事啊，搁过咧就变故事啊。所以无论大事小事拢袂要紧，过就变往事，过就变故事，过就变无事啊。所以时间有时会当冲散遮的重大压力，但是有时咱嘛需要交托。这个交托就是咱交托伫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咱嘛捌唱过诗歌讲：大山会当刷开，小山会当牵刷，总是主的疼，永远袂改变。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远不离开。弟兄弟姊妹，有时咱毋通一直靠家己，咱的信心是交托伫上帝，是在伫上帝。咱的生命是交托予上帝，是上帝在掌权的。其实有时阵上大的压力是伫咱家己啦。常常咱是予咱家己压力，咱期待安怎，咱愿望安怎。所以有一句话讲安那，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嘛。你无啥物的期待，其实就无啥物的伤害。当然有当安尼讲，感觉所以我拢袂使有期待。总是这个期待，你爱有交托。这个期待，你是爱将你的重担压力变做你的助力，变做你的动力。有一段话我感觉真好，伊讲喷水池会当真水，是因为伊有压力。有压力将这个水甲冲出来，所以喷水池、喷泉，会当真水。瀑布咧会当真壮观，是因为伊无退路，伊敢会当往前。往下面，甲冲落，所以瀑布会通真壮观，因为伊无退路。滴水会通正过石头，滴水可以穿石，是因为伊永远拢咧坚持。伊伫遐一直滴，这粒石头嘛会滴出一个坑，滴出该软过去。所以当咱有重担，咱有压力，这个重担压力。会当成做咱的助力，会当成做咱的动力。有一日我看到即句话，我头起先看无啥有，我就去查，问阮牧师娘，阮牧师娘是读英文系吼，伊讲 It's okay not to be okay。我讲这是啥物意思啊？意思就是讲，
等你不 OK 的时候也没关系，不 OK 的时候也可以 OK。卖当讲无完美嘛，不要紧啦，无好嘛，不要紧。咱拄则讲，有时上大的压力就是咱家己，咱互咱家己压力，是咱甲咱家己底调咧，咱甲咱家己封调咧。所以当咱求好心切、完美主义的时，咱就会互家己重担，互家己压力。所以咱就爱家己讲，不 OK 也没关系，无完美嘛不要紧 ，It's OK not to be OK。所以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兄弟，咱富强教会水准拢真悬，咱甲咱的厝边隔壁讲英语的哦，好 ，It's OK not to be OK。3秒钟 ，It's OK not to be OK。今仔礼拜煞讲得了，你啥物拢袂记就袂要紧，你若会记这句，就会当受用无穷，吼。It's OK not to be OK。所以当咱的当当，歹势，阁有呢？阁有呢？哦对，歹势，谢谢。好，想讲时间到啊，阁有哈。咱足侪兄弟咧啉咖啡，哇！咱教会真水真好的咖啡厅吼，这众所仰慕吼，足侪咱的牧者啦兄弟拢真爱咱教会即个咖啡厅，甚至嘛拢有人来咧参观，吼，要安怎安尼？设一个遮尔水的咖啡厅吼，因为我早起就是礼拜讲到前礼拜前，干那啉白滚水吼，较可惜吼。毋茫另讲较过来找咱下牧师、食牧师啉咖啡啦吼。咖啡咱拢知影，刘兄弟姊妹，咖啡豆敢会食一？无人咧食咖啡豆啦吼。咖啡豆敢会当直接冲水泡咖啡？无法度，要安怎咖啡豆要安怎泡咖啡？你得先咖啡豆爱安那磨，佫爱磨甲足油哦，吼，像人咧磨中药粉安尼共款吼。当然咱拢是用机器啦吼，咖啡机吼，你啊磨，磨了咧，安尼就会当泡啊吗？袂使。咖啡豆你佫磨甲偌油吼，嘛袂当直接泡，因为你袂当泡，你冲烧茶啉落就咖啡渣。就爱安那爱煮，爱冲烧水，爱煮。当然，即马机器会当做，若无就是爱手冲，吼，也是用迄酒精灯，吼，安尼冲。有诶咖啡，什物滴啊，冰滴咖啡，讲爱泡几若工一礼拜，较泡一杯哦，迄就毋免等啦吼，等袂赴吼。所以咖啡豆，伊要正做一杯真好啉诶咖啡，爱经过足济压力。当冲烧水才会当啉，所以当咱咧啉咖啡的时，当咱咧食下午茶的时，咱会当来想，有一句话讲啊，有一个英文讲啊，压力，即个英文吼，颠倒变就是点心啦，吼，我嘛是迄天看着较知 ，stressed，S-T-R-E-S-S-E-D， 你若颠倒头写咧，就变做 D-E-S-S-E-R-T-S。你甲写过，真正是压力 STRESSED， 但是你颠倒变就变 DESSERTS， 点心。所以这个压力，你若甲伊转化，你若甲伊转换，压力会变做点心。这个压力会变做你经过了后，你回想起来，你拢感觉哇，真趣味，你拢感觉。原来我也可以走过来，原来过去这么多代志，回头看这么多代志，我今毋是拢已经行过来啊嘛？咱的兄弟若做伙常常拢爱开讲的话题，就是做兵的时的代志。总是其实回想，迄当时真正是足痛苦啦，要哭无目屎，心事啥人知？无讲你毋知吼，讲了你就知。真正是安尼行过来时，当你回想、搁看、搁想，拢讲甲哇，喙甲全破，讲甲当年勇吼。但是其实，要讲你敢要搁去做？无啊，毋免啦，毋免做过就好啊，做过就好啊。天堂路有没有爬过？有啊，再爬一次，不用了，爬过就好了。所以其实压力会变做咱的点心。所以毋是求上帝
改变咱的环境，是求上帝互咱有勇气、忍耐，甲赢过咱环境的信心。压力是会当成做助力，压力是会当成做动力，压力可以成为助力，可以成为动力。咱的环境可能就是安尼无法度改变，咱的环境可能就是伫即个所在。有时阵，当咱伫一个所在工作，逐工拢有真无欢喜、压力重担、真多时，逐工拢讲啊，我要死头路，我要死头路。下班了，过工佫继续来上班，安尼上班嘛，上班甲退休。你兄弟姊妹，其实咱的心是比即个环境佫较重要。伫咱的内面，比外口的一切佫较大；伫咱的生命中，比外口的环境是佫较强、佫有力。所以，咱来放心，咱来信心。有时咱有烦心，但是咱来放心，咱来有信心、有交托。咱有咱烦心的事，但是咱来放心，咱来有信心，交托给上帝。以斯帖敢无有烦心的事嘛？约瑟、大卫、保罗敢无有伊烦心的事嘛？宣教师敢无有伊烦心的事嘛？总是伊愿意放心，伊有信心，伊交托给上帝，继续行头前的路。有一段话讲，会累叫人累。人讲为什么叫人类？因为我们会累。会累叫人类，人类会烦心，因为很有心，但是要放心，要保守你心，更要有信心。这是我写伫 FB 的一段话。这段话讲，当然会累叫人类，这是听人讲的啦吼。有时阵咱会感觉真忝，咱会烦心，因为咱真有心。咱想要甲代志做好，咱有重担，咱有压力，但是咱要放心，要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更较要有信心，交托给上帝。所以人类会不会累？会啊，是正常的。有人讲，咱较早拢讲，好累，累得跟狗一样。最近听到一句话讲。其实狗才不会累，是你比较累哈。你刚说你累得跟狗一样，狗才不会累的，是你比较累了哈。所以咱要有放心，要有信心，更要怎么样？开心。你当这烦心的代志，你甲放呢，交托给上帝，你有信心的时阵，你就会开心，就会欢喜，就会快乐。所以保罗最后讲安那，爱喜乐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保罗伫家教内底嘛，甲兄弟姊妹讲安那，爱喜乐，喜乐，搁喜乐。所以保罗讲，什么人软弱，我无软弱；什么人跋倒，我无着急。我若要夸口，我就要夸口我软弱的事。所以保罗伊嘛甲兄弟姊妹讲，上帝和伊的恩典是教也伊用，因为伊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的顶面显得完全。所以，伊搁较爱夸口伊家己的软弱，互上帝、互基督的气力来正伫伊，互基督的气力来带伫伊，互基督的气力来点伫伊。因为咱有软弱，咱有软弱，总是上帝的恩典教也咱用。所以保罗伊毋是干那伫遐咧埋怨，伫遐咧安尼吐怨言，伫遐咧讲东讲西，讲五四三的，毋是。伊讲了后，伊阁回到上帝是阮宝座前，倒来到上帝内面，因为伊知影基督的气力点伫伊，互伊的恩典教也用。所以恩典教也咱用。阮教会头前有2支条6支啦，6支。中2支有一遍，我行入去的时，伫迄个所在，我想到即段圣经节，讲有我的恩典，你就教也。有我的恩，你就教也。当咱特别来到伫教会来亲近上帝，咱毋是咧甲上帝讲，上帝啊，你的恩典教也我用嘛？你的恩典教也我用，所以当我来到教会，上帝了，我拜伊，阁是定心一尾活龙，我阁要定心出发，我阁要定心得到气力。所以压力山大，大山力压；压力山大，大山力压。才有几句话讲，虽然有难过，难是难，总会过。
虽然咱有歹过的代志，有难过，难是难总会过。现实不是真实，这是孙宝林牧师伫启示录的课程，我领受真重要的一句话，讲现实不是真实。咱现实的生活生命是现主时的，是伫地面上的，咱的愿望是在伫天顶的。压力是阻力，是动力；压力是要成为助力，成为动力，不要变成病力。有时咱的压力会互咱成做病力，但是咱安那爱成做咱的助力、动力。咱的欢心，咱得爱放心，有信心交托给上帝，这样我们才会开心。所以保罗伫伊的生命中，伊拄着侪劳苦重担，伊互关落家受拍，伊几若遍安尼险险啊死，拍5遍，搁拍40遍减一个，3摆受关仔拍，1摆受石头钉。船破，一日一暝伫深海行远路，拄着江河、插尾本族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海面的危险，总是罗马书的时，保罗安那讲，伊讲，之所以要过长咱伫基督的疼，迄是患难，迄是困苦，迄是困着，迄是夭饿，迄是痛体，迄是危险，迄是来倒啊！亲像所记载讲，阮为着你的缘故，终日受死，看做亲像要杀的羊，反倒伫遮拢总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存。弟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拢有无共款的重担压力。台南神学院嘛，台南神学院的重担压力，特别即马少子化，搁有侪即段时间，咱敢若看新闻。咱就会看到足侪，无论大学、高中，甚至国小、幼稚园，拢就爱收起来。我伫进前牧会教会、启美教会11档，迄个时阵其实阮的囡仔读善堂国小，糖厂所设的国小，其实若毋是讲伊有特殊的伊的学校的定位，其实学校可能嘛爱收起来。因为阮囡仔读善堂国小的时，全校差不多100几个，包括校长、老师、小朋友全校差不多100个左右安尼。每一年级敢若一班，每一班差不多10个囡仔，所以我拢甲阮讲，阮的囡仔拢读10名内啦。因为都10个囡仔尔，搁较怎读嘛袂11名，拢读10名内嘿。所以，其实咱会看见讲，伫即个世代中间，神学院，咱若讲要经营，嘛是着爱经营，嘛是着爱对着时代。但是伫对时代中间，其实科技咧变化，时势咧改变，真多重担压力，总是上帝疼无过长，伫咱的大环境，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互咱会通继续向前来跑走头前的路站。毋但安尼，要阁得胜到有存。所以，当咱伫为着侪事关心大道的时阵，最后我要用即个我真喜意的祈祷文，甲咱来做分享。侪代志，其实当我咧面对，迄是超出上帝的旨意，包括我家己的性命，包括侪服侍，包括教会的服侍。我感觉即段话拢互我真重要的提醒，嘛有真好的鼓励甲勉励。即个祈祷文讲：上帝啊，请使我安静，互我去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代志。请使我勇气，通去改变我会通改变的代志，也使我智慧来分辨即2项的无共款。常常我咧面对代志的时，我祈祷是上帝啊。安静，互我安静的心，互我去接受可能我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假使咱无法度改变，安尼就莫去甲改变。可能别人会当来改变，迄是伊其实无需要改变。但是若会当改变的代志，上帝啊，你互我勇气。勇气的国语是啥？勇气嘛？毋是啦，不过勇气很重要。勇气也很重要，赐我勇气，互我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代志。假使我会当去甲改变，
我着爱有气力，爱有勇气。啊无我会惊袂着顶。有时咱嘛会讲拍咧较袂着穿，你开着去甲改变啥物代志？但是若是上帝你爱我去改变，亲像以斯帖啊，这是互我伫即段时间，搁一遍真震撼的亮光甲圣经在，就是以斯帖，伊是一个女性，总是伊愿意去改变伊会当改变的代志，伊有勇气，伊嘛有智慧。即个智慧就是去分辨即两项的无共款，啥物代志会当改变，啥物代志袂当改变。嘛，互咱通过伫咱的生命中，侪时阵，可能你拄着良好三坏、蛮累、第9局，啊袂要紧，压力真大，亲像山遮尔大，啊要安怎过？要安怎行？求上帝，互咱烦心的事会通放心，阁有信心，然后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咱做伙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主你互阮同齐来到伫你的受恩宝座前，阮感谢你，通过教会，互阮会通领受到主你的平安、稳定甲祝福。也求上帝陪伴阮、帮助阮，也通过教会牧者、中级同工兄姐，互阮会通做伙向前跑走阮头前的路站。检采有大海、大山，总是主你，互大海会通分开，互大山会通刷开，也互阮会通有安静的心，面对侪挑战、困难、重大压力，互阮会通知影，主你要互阮安静来面对阮无法度改变的事，总是主你也要互阮有勇气来面对阮会通改变的事。也恳求你赏赐阮智慧，互阮会通分辨，什么货是会通改变，什么货是无当改变。因为上帝你的确有你美好的旨意伫阮的生命中。阮安尼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咱下面的这个听书小做一点仔小变动吼。咱等下要唱回应诗，咱要一面唱回应诗，一面来做奉献。因为咱今仔日呢有特别一个分享吼，有一个见证就对啦吼，就是咱教会呢有推动这个理财有道的课程吼。咱即摆有结业吼，其中有2位呢，咱要请因。来做分享，因对即个理财有道即个查经班所得到的学习。咱第一场吼，要来请咱的周嘉怡加油伫遮无？来，请来请伊来甲咱分享吼。来，咱请你来。牧师，对不起，应该讲台语。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大家平安。今仔日足欢喜吼，伫遮甲大家分享我上节课的领受啦。那我上节课一开始我听到讲吼有这理财这课，我就感觉讲应该无啥需要，因为我嘛算讲对理财袂讲介含慢。后来是讲伫咧阮小组。嘉宾的介绍，伊就讲，伊直直介绍我这课，感觉讲袂歹。我就想要了解讲，圣经教咱安怎理财，甲我家己想的有啥物无共，所以我就来想看卖。想完以后吼，我有3点是我的领受，我想讲甲大家分享。第一点就讲吼，我去受这课的时阵。第2堂，伊就爱咱签一个吼，叫做你爱甲你所有的财产拢归还互上帝，爱签这资料哦。我就感觉讲，这毋是我
拢会来的嘛，我拍拼来的啊。你的厝啊，你的车啊，你所有你的存款，拢是你拍拼来。那为什么爱幸福上帝？啊，后来我想想的，我就讲嘛是啦吼，咱会当拍拼有工课好做，这是上帝赏赐咱的恩赐。那我想要吼问大家哦，这恩赐是为倒来的？上帝予咱的嘛吼，上帝予咱大家咱才有法度伫咧咱的工作上有一点仔发挥。所以我就吼甘愿签这资料。啊，而且圣经伊有讲哦，天甲天顶的，地甲涂骹的，所有的拢是耶和华咱的神的。所以，等咱若了解讲，咱爱把这主权幸福是咱的神以后呢，咱就知影讲，咱的角色是一个管家，是一个管家的这角色吼。所以，你若知影讲你家己的角色以后，你面对你的钱还是财产的时阵，你就会知影讲，这是神交托予咱的，这个交托予咱的责任。你就知影讲，咱安怎看待咱的钱啊？这观念才会较正确。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十堂的这理财课吼，足趣味的。伊是吼，大家讨论甲分享。啊，我嘛足感谢袁丽姐甲慧琪甲综合技术因的分享，因为透过因的分享吼，咱会了解讲每一个人伊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有啥物吼无共。啊，你会看到讲吼，神伫个伊的身上做的工，其实你会足感动的。你感动以后，你会对这个信仰，你甲有搁大的信心一只。啊，我记得讲有一个老师，伊叫大雄老师，我嘛足欣赏伊的。伊有一届伊就分享讲，伊过去啦，也未信捌耶稣的时阵，伊是一个吼无讲介大方的人。伊对钱吼，就是咱讲的一个钱吼，拍20个解。啊，我听到以后吼，我心内笑，因为我想讲，哪有人甲我共款？啊，我拢毋敢讲出来。啊，这老师伊真正有勇气，伊敢讲出来，吼。啊，我是一个吼对朋友甲厝的人足大方的人。毋过对个无熟悉，我就感觉讲，我也无熟悉你，我为虾米爱为你付出的吼？啊，毋过圣经有教人安怎？教人讲，人爱足大方来奉献，因为吼，你若顾念善车的人，你就袂欠，你啥物拢袂欠，因为耶稣伊会互你。啊，若是讲吼，你当作拢毋知，拢无看的，你的神就会甲你救出来。啊，这个老师呢，伊捌耶稣以后啊，伊改变足大个，伊嘛做大方来奉献。啊，我感觉讲这嘛是足好的见证。啊，第三点就讲有开公司的人，大家拢知影嘛吼。公司吼有2本销，叫外销甲内销。啊，外销是做互国税局看的嘛吼，伊给他看的。啊，第2本内销是安怎去互股东看的，互股东了解讲，咱的公司吼是趁钱还是了钱嘛吼？公司即马到底是安怎？那其实咱基督徒嘛是有2本销，内销甲外销。安怎讲？外销就讲，今仔日毋管吼你是偌有钱啦，还是无钱，还是你做有地位，你做有名声呢，拢是在世上的外销。啊，真正内销是讲，你为即个信仰神，你付出偌济，你付出偌济，你牺牲偌济，这才是咱吼基督徒真正会带去上帝以下的内销。啊，圣经伊嘛有讲哦，伊讲吼，一定的日子一定来啊，吼，伊要吼按照伊所设立的人，按咧公义来审判天下。啊，最后上尾我要甲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吼，甲你建议，若是讲你感觉你家己做袂晓理财，那我建议讲你吼，也是来上好爱来上这课。为虾米咧？因为你若来上这课，你会了解讲我安怎吼有智慧来用钱。
啊，你嘛知影讲我安怎欠钱到孝你，啊，你会吼嘛会较大方的来奉献。啊，若是讲你感觉讲，我家己已经吼做会晓你知啊，啊，我是建议讲，你嘛是爱来上这课，为什么？因为你会知影讲，安怎你会当变成一个好的管家，来管待神所托付予你的这财产、这钱，吼，啊，你也嘛知影讲吼，你安怎做，你会当吼来侍奉这个神，来安怎做来荣耀伊。啊，多谢大家，我台语无啥好，啊，我嘛祝福吼所有弟兄姐妹理财有道，谢谢。啊，咱真多谢嘉义姊妹吼，伊平常时讲华语较济，但是伊勇敢用台语讲吼，真无简单。啊，咱嘛鼓励嘉义啊，等下咱的第二场有这嘉敏吼，啊，因分享了会咱搁家己写做文字啦吼，啊，咱回去咱慢慢啊看。理财有道，咱教会定安尼真少人咧讲钱的代志对无吼？啊，钱感觉足粗俗，毋是呢。有道的意思就是有圣经的道理，教你安怎来管理你的钱财。啊，所以咱后一期的理财有道开始要去招生啊，吼，啊，咱有一个基本的人数，吼，啊，咱才会当开课，啊，咱鼓励兄弟吼，你来听看嘛呢？感觉讲你平常时用钱的习惯，啊，你趁钱，啊，你使用的有甚物款所在，圣经要甲你改变的，啊，这的确会当对你足大的帮助。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要受到影响，拢是对圣经的道理所予咱的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面吼，咱要一面念这首圣诗回应诗吼。啊，这首回应诗就是你若欠过真失望，啊，咱请执事准备来收奉献。啊，毋过伫这个一面吟诗一面奉献，牧师搁做一遍的邀请吼。啊，咱多谢黄牧师来甲咱勉励讲道。伊特别有讲起到台南市人，伊需要咱来关心吼。啊，咱若是有感动，啊，咱伫周报内面有一个奉献地，啊，你会当照你的感动来做奉献。若是即礼拜无方便，你早转去，啊，后礼拜才摕来献。那你会记得你的电脑号码吼，咱的编号写落，咱的同工较好甲你登记起来安尼吼。啊，愿主赐吼。咱大家所领受到的，咱来吟这首诗521首，咱坐咧吟吼。吟诗的中间来收奉献，咱把时间来交予咱的师会。做伙来吟。你若欠亏真失望，我就尽力来帮助。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他的理。难怪你撒条，难怪你撒条，难怪你撒条。求圣亲来帮助，我若拄着心烦恼，你就替我来祈祷，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他的理。难怪你撒条，难怪你撒条，难怪你撒条，求圣心来帮助。你那的高是美丽，我被唤起你的前，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他。
主看了就欢喜，生命真是叹可怜。爱沙条，难怪沙条，难怪沙条，有情心爱当在。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想事。何大我主，阿门。请坐，请坐。咱做伙来读本月经句2解，请。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干。耶稣甲因讲：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干。约翰福音6章35节。即时我来报告，下周的事奉当中，司礼夏牧师司会胡泽豪执事，请翻开周报集体交通。第一点，本会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请兄姐来大岛关心甲奉献。第二点，伫下晡要召开中级甲首长的联席会议，请准时来参加。第三点，4月20日要举行国外节甲圣礼典，若要报名的人，要受洗的人，请伫办公室来领报名单。第4点，大岛团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的禁食祈祷，继续邀请咱来参加。第7点，丧礼关怀，本会庄成宏老师的母亲邱丽珍女士，定伫3月25，伫高雄殡仪馆举行告别式，愿主亲自安慰。第6点，伫后礼拜的2场礼拜中间，有举行异地祈祷的时间，鼓励有身心灵有需要的人会当到台前来领受祈祷，领受主的祝福。然后后礼拜要开课的门徒培育事工，伫第3点，哀伤陪伴甲婚姻事工关怀消息，因有2堂的课程要开课。3月31号为失去配偶，4月7号为失去挚爱，请鼓励身边有需要的人，对课程中咱会当鼓励对身边有需要的人，会当对课程中来得到头棒。牧区团课的消息，主日学的消息，后礼拜拜六伫教育中心地下室有真侪祝福的音乐剧，欢迎你会当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愿福音真侪因生命中的祝福。煞谢咱请夏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好，那我来做一个介绍，做一个简要的补充，然后咱小等下要颁奖吼，翁嘛时间袂拖介久。第一，咱来介绍新朋友哈，这个李锦芬姐，李锦芬姊妹有伫遮，锦芬姐，咱徛起来，我甲你欢迎，李锦芬姊妹欢迎你来参加哈。
感谢主，愿主祝福。第二位是吴建英兄弟，建英兄弟来伫遮，欢迎你哈！咱秀兰姊妹甲因带介绍哈。第三位是杨九弟兄，杨九弟有先离开啊吼，好欢迎遮的同工哈兄弟继续咱有请关怀团队来甲因关心哈。搁一遍我要代表教会真多谢威廉牧师哈用好的信息嘛真幽默的话来勉励咱。互咱大家无压力山大咱甲咱的黄牧师甲拜，谢多谢，拍拍多谢。多谢。迄受邀请来咱教会服侍安尼嘛有压力，压力毋是讲歹讲，是来讲两讲所以等下咱请黄牧师落去啉一杯咖啡安尼拄啊啉无着，了后第二场是华语的好我做一个补充了，咱有要颁奖啦要颁奖。来，我大先来报告一个，就是讲咱的即个旧报内面有报告到咱即个理财有道要报名嘛请赶紧，咱有 QR code 来甲报第二就是讲，咱请投影片的毋知第几张尾张的款，咱有一个哀伤陪伴拄好有一个新的阶段要开始啦，一个新的阶段要开始咱请兄弟大家。来鼓励邀请，特别是拄到亲人离开有真侪心情真歹处理。你用你的办法，当然嘛是介好，但是呢，有一套圣经的教材，互你参加这个哀伤陪伴了，你的信心会当去得到，气力能得到。所以咱身躯边若有即款的人，无一定是咱的会友若有伫外面好朋友，你讲这拢用送网的。你袂感觉讲人拄着人感觉讲话歹讲，你就伫网络顶面线上的所以若有鼓励因咱会搭即张图卡伫咱的群组咱伫楼骹嘛有迄个广告咱来摕来介绍介绍人。好，阁有一个报告我想讲应该甲咱提醒，因咱周报写伫即个咱的青少年的即个牧区啦就是咱的提摩太牧区。咱的提摩太牧区呢，因有咧想讲要来试办拜六暗，因本来就有聚会，但是嘛拜六暗要来举办迄个礼拜，拜六的礼拜，青年礼拜。所以呢，因当咧开始咧筹备，要一个月还是2个月一届啦，还是讲一季一届。但是若成熟了，慢慢要变做咱的教会第3场的礼拜。第3场礼拜有啥物意义呢？第一就是讲青少年因暗时的时间来参加聚会，顺手做礼拜，就袂感觉讲礼拜日过来一摆。第二，咱嘛鼓励讲，咱兄弟姊妹，咱除了有早起的2场礼拜以外呢，确实你若讲拄好，因为即马现代咱拄讲压力山大对无有真侪家庭，也是有真侪代志爱出场，有的人爱家庭爱出外。你若讲我礼拜日来出外，你就来参加拜六的礼拜嘛是咧敬拜上帝。意思讲，咱有守主日，有时是守礼拜暗嘛是真好。所以咱若确实兄弟，你有想要经历这少年人的热情的礼拜，咱这礼拜的拜六这礼拜拜六就3月29，拄青年节嘛咱欢迎咱来地下室7点就开始拜六的礼拜，若讲后礼拜日你有要出外拜六暗时来做礼拜，嘛，甲这青年做伙敬拜上帝，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来做一个颁奖咱若注意甲看，咱周报哇，落长第9页，咱的这个读全本圣经的，拢总有60个啦，无简单搁来是背金句，搁较济177个。抄圣经的嘛袂少，46个，有的是参加咱公报社办的时间限制节制，就有得奖颁奖。第二是咱教会家己内底办的有11个，所以拢总有46个。因为若大家拢出来，咱规个礼拜堂拢会震动所以这次我要请几位来代表，来请咱的这个荣泰长老来代表来颁奖来背金句遮侪人咱们请来春姐来代表来头前来。第2位读经1年读经完成的范秀基姐秀基姐来范秀芝姐来慢慢行，你甲背出来，来向大家面向大家。
啊，抄诗篇呢，要请英斌兄、英斌弟兄来头前来，好无？三个啊来代表吼。啊，这是咱请咱的荣太长老，啊，搁咱的会旗执事代表来颁奖，迄一张相来，来慢慢啊来吼，来。咱请因代表，因咱其他兄弟，你若有得奖的吼，有的是透过小组来领奖吼，啊有的是咱家己去办公室领吼。咱真感谢主吼，咱的读经、背经，搁抄经吼，真正是上帝祝福。咱真侪人足热心配合，足用心吼。咱望今年吼，大家再接再厉啦吼。因为这奖学金吼，拢青少年啦，第一场也无看到因啦，所以咱第二场才来办吼。好，咱就要来做结束，来吼咱的诗会。上映，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94首，这是礼拜入要线，因是线请牧师来祝祷。这是礼拜入要线，大家吟诗当是线，心肝常常398。望好奇个智慧，那日所做着世事，当教主所教示，使龙刚上教法度，才通望主保护，念在有时受艰苦。吞论马可主照顾，困求天白是恩惠，得着相信大安慰。对自然那坚固，亲像恩金乐回路，世间艰苦无失去。天堂安乐永福气。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前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礼拜到这，请大家互相请安问好，谢谢。